各位朋友，歡迎嚟到越聽越順心中醫學同易經大智慧。一早講過，一個人一世可以活到幾長，其實全靠身體入面嗰一口元氣頂住。但係你知唔知，你晚年流失元氣最快、行衰運最多嘅地方，唔係因為熬夜，亦都唔係因為生病，而係因為你見錯咗人，融入錯咗圈子。你可能會有咁樣嘅體驗，去茶樓同老同學、老鄰居赤面一餐飯，或者去參加一次親戚聚會，整餐飯，大家不是喺度炫耀自己個仔買咗幾多層樓，每個月俾幾多家用，就是喺度沒完沒了咁抱怨新抱點樣對自己唔好，生活有多累，甚至還有人喺度為咗幾十年前嘅舊賬爭到臉紅耳赤，整餐飯你都在禮貌地微笑，隨聲附和。桌上嘅飯菜早就涼咯，而你嘅心也跟着今夜點點變冷。好不容易等到聚會結束，你拖着疲憊嘅身體回到家，關上大門，坐在客廳嘅沙發上面，只覺得腦袋嗡嗡作響，整個人累到連一根手指頭都唔想動。你本想去尋找一些溫情同陪伴，結果回到家，你卻發現自己像是一隻被放光了氣嘅氣球，精氣神被吸得乾乾淨淨，整個人覺得無底線咁累，甚至比不社交一個人待着還要難受。這就是傳詞過河學者陳逸飛先生生前常常叮囑老人家要參透嘅道理。人到60，命運要做減法。如果身邊每天都有人在偷你嘅精氣神，吸乾你嘅元氣，而且再多嘅人參補片，身體也一樣會垮掉。聽到呢度，如果你也曾經在一次疲憊嘅聚會之後，看着空蕩蕩嘅客廳，對身邊那些消耗你、讓你心累嘅關係感到一絲無奈同厭倦，不妨先點個讚，等平台將呢份溫和治癒嘅大智慧推薦給更多正在人際關係中感到內耗嘅老友記，同時也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最真實嘅想法。在你身邊係咪也有那麼一兩個每次見完面都讓你覺得無比累、無比煩躁嘅親友？你有多久沒有享受過真正乾淨清淨嘅生活咯？你嘅每一次傾訴同點讚，都在凝聚一份心安嘅力量。又看透晚年人際關係嘅斷捨離，等我哋一齊用易經嘅大智慧去解開這個關於人體能量同磁場嘅秘密。中醫學同易經本質上都是關於氣嘅哲學。易經講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獨立嘅能量磁場。你身邊圍繞着什麼樣嘅人，你體內嘅氣場就會跟着發生相應嘅變化。年輕人因為體內嘅陽氣無比旺盛，氣場厚重，就像是一艘巨大嘅破冰船，所以哪怕他們進入喧囂、混亂甚至係磁場陰暗嘅環境，或者同一些負能量極重嘅人相處，他們體內嘅元氣也足夠強大，可以抵禦沖刷掉這些外嚟嘅干擾。但係人過60，天地規律開始逼我們做減法，我們體內嘅元氣、陽氣就像是一個容量有限，而且在一天天慢慢減少嘅蓄水池。這個時候，我們體內嘅氣場防護罩會變得越嚟越薄，對外界負能量嘅抵禦能力會大大下降。此時你嘅每一滴元氣、每一分精力都無比寶貴，應該用嚟滋養自己嘅靈魂同身體，而不是拿去無謂咁消耗內耗。如果這個時候你依然不關好大門，任由那些愛攀比、滿身怨氣，甚至帶有戾氣同陰暗磁場嘅人進入你嘅生活，你和他們多相處1個鐘頭，你體內嘅元氣就會被他們無形中偷走1分。這也就是為什麼你每次見完那些消耗你嘅人，
回家之後，身體會覺得比做完重體力勞動還要累，因為這不單只是肉體上嘅疲憊，而是你最寶貴嘅生命能量被他們無形中吸乾耗盡啦。人在元氣大傷、氣場變得薄弱嘅時候，免疫力就會下降，各種慢性病、隱疾就會趁虛而入。更可怕嘅是，氣場一旦變薄、變陰暗，你嘅運勢就會跟着變差，各類霉運是非、家庭摩擦就會接踵而至。這就是晚年行衰運嘅真正規律。你以為你只是去吃嘅一餐無聊嘅飯，見了幾個老同學，實則你正喺度用你寶貴嘅生命能量去為他人嘅垃圾情緒和虛榮心埋單。為了解開這個內耗嘅死結，易經第33卦蕭卦天地蕭給了我們晚年保命自保嘅最高智慧。蕭卦嘅卦象上面是代表天嘅艮卦，下面是代表山嘅艮卦。天高高在上，向外無限延伸，山靜止不動，留在原地。當大山前面嘅局勢不對，風雨欲嚟嘅時候，高天會主動退避，主動向後撤退，與大山保持安全超然嘅距離，這就叫做天地流易經。用這個卦象告訴我們，大行小利貞堪代表通達吉利，易經開示世人退避戰略性後退，非但不是懦弱和逃跑，反而是最通達、最明智，也最能保存自我嘅高級智慧。大自然入面，冬天一到，狗熊會主動進入樹洞冬眠，大樹會主動掉光所有嘅葉子，把養分收縮回根部。這是不與寒冬對抗，主動收斂、主動退避嘅自然智慧。人過60，面對生命嘅冬天，我們最需要學習嘅就是這種蕭卦嘅主動退避。當你發現你身邊嘅親友鄰里，甚至昔日嘅舊人，他們嘅磁場是陰暗嘅，他們一見面就在消耗你、攀比你，或者把你當成情緒垃圾桶嘅時候，你不需要去教育他們，不需要去和他們爭論，更不需要為了解釋、為了面子去強行融入。你最需要做嘅就是安靜優雅地主動退後，與他們保持安全、禮貌、客氣嘅距離，把他們輕輕擋在你世界嘅大門之外，這就叫做戰略性退步。當你關上大門，主動退避，你體內僅存嘅陽氣和元氣，才能將冬眠嘅樹木一安安靜靜咁藏在根部，不泄露、不消耗，這樣你嘅面容才會變得祥和，你嘅身體才會迎來真正嘅安養，你嘅晚年氣場才會在安寧中凝聚起最大最保命嘅福報。這就是飛哥叮囑老人家一定要看透嘅醫理大智慧。下面等我哋一齊睇下，到底有哪四種人是我們在晚年必須用數卦智慧主動退避、打死都咪見嘅。下面等我哋一齊靜下心嚟，跟隨飛哥嘅足跡，用易經韶卦嘅智慧去看看我們該如何做自己世界嘅守門人。等我哋去傾下第二部分，易經韶卦點解戰略性退步係晚年最頂級嘅保命大智慧。在我們嘅晚年生活入面，有前兩種人是我們必須用蕭卦嘅智慧主動退避，打死都唔好去見嘅。這第一種人就是那些在生活入面愛攀比、虛榮、心極重嘅老朋友或者老街坊。你可能會經常喺茶樓見到咁樣嘅畫面，大家圍坐在一齊，原本應該係開高輕輕敘舊，但係這個人一坐低開口，埋口就開始晒自己個仔每個月俾幾多家用，下個月又要帶佢去外國旅行，或者炫耀自己新買咗幾萬蚊嘅金錶名牌，甚至當你講起自己嘅日子過得平平淡淡、勉勉強強嘅時候，佢眼角眉梢流露出嚟嘅那份傲慢與優越感，會刺痛你嘅自尊心。
老人家以為這不過是老朋友之間嘅聊天，見個面冇所謂。但係你知唔知，每次見完這種人，你心入面升起嘅焦慮、自卑，甚至是不平衡，本質上都是在偷走你晚年最寶貴嘅安寧。你回家之後會忍不住反思自己是不是過得很失敗，你會開始埋怨自己嘅仔女不夠出色，開始對自己原本清靜平淡嘅生活心生不滿。你心入面那潭平靜嘅水被他嘅虛榮心生生搞得無比渾濁，在義理看嚟，心不靜氣就亂。當你嘅情緒在焦慮同攀比中起伏不定嘅時候，你體內最寶貴嘅生命能量就已經在無形中泄露光啦。所以對於這種愛攀比、愛炫耀嘅人，打死都唔好見。佢哋不是在同你分享快樂，而係真係用你嘅自卑去滋養他那可憐嘅虛榮心。這第二種人就是那些日日怨天尤人，扮演受害者，把你當成情緒垃圾桶嘅負能量人。這種人可以說是我們晚年最可怕嘅情緒吸血鬼。每次你約佢出嚟喝茶，佢一坐低就開始不停咁向你倒垃圾，佢會冇完沒了咁抱怨新抱對佢唔夠孝順，抱怨醫生開嘅藥冇效果，抱怨天氣太熱，物價太貴，甚至抱怨社會上嘅一切整餐飯。你聽唔到一句陽光積極嘅話，你耳邊充斥嘅全部是佢嘅嘆氣、嘮叨同怨恨。你出於幾十年嘅交情，出於善良，只能夠一邊嘆氣，一邊去安慰佢、勸導佢。但係你發現佢根本聽唔進去，佢唔需要你嘅建議，佢只需要你做一個無條件接收佢負能量嘅垃圾桶。這在意義和能量學上看來是一種非常可怕嘅能量。剝奪怨氣是天地間最陰冷、最消耗生命陽氣嘅負面磁場。這種人身上圍繞着無比厚重嘅陰氣。當你和佢坐在一齊，去聽佢抱怨，去同情佢嘅時候，你體內那份溫暖、明亮、寶貴嘅生命元氣就會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源源空間咁被佢吸走。而他身上那些陰冷晦暗嘅怨氣會像慢性毒藥一樣悄悄滲透進你嘅磁場，結果就是你回到家之後，身體會覺得無比累、無比沉重，你甚至會無緣無故感到煩躁，心情低落，連飯都食唔落。你以為你是在行善，是在幫朋友，實際上你正喺度用你自己最寶貴嘅生命能量去為他那無休止嘅怨念埋單。飛哥生前在談到這種人的時候，常常嘆息，人到晚年有懂得遠離那些日日訴苦嘅人，你連自己體內那口微弱嘅元氣都守不住，你又憑什麼去拯救一個不願意走出嚟嘅人？所以對於這種日日怨天尤人嘅負能量吸血鬼，打死都唔好去見，關上大門，主動退避，守住你體內最溫暖嘅陽氣，才是你晚年最明智、最頂級嘅自保智慧。聽完前兩種人，你可能會覺得這兩個人雖然討厭，但畢竟是外人，我大不了不和他們聯絡。但係接下來我們要聊嘅這第三種人，往往披着親情同血緣嘅外衣，這才是我們晚年最難防備也最痛苦嘅情感內耗。這第三種人就是那些帶着陳年恩怨、利益執念，一見面就要和你算舊賬嘅親戚或者兄弟姊妹。每個家庭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說不清理還亂嘅家族舊賬，可能是幾十年前父母偏心分家產時嘅不公，可能是當年為了搞父母治病，誰出錢多誰出錢少嘅盈虧，或者是某個親戚在利益上對你嘅虧欠，這些委屈和怨恨像一顆顆和結石一樣塞在很多老人家嘅心底裏，一碰就痛。在逢年過節
或者家族重聚嘅場合，你本想借大家年紀都大啦，見一面少一面，應該放下過去和和氣氣，但係對方一坐低話講話嘅時候，總忍不住要把這些陳年舊賬翻出嚟。佢會用最刻薄嘅語言去揭開你原本已經愈合嘅傷疤，就係親戚面前爭個對錯，想投去一個遲到咗幾十年根本不可能存在嘅公道。在義理看嚟，家庭本來是我們生命嘅根基和避風港。如果家庭內部充滿了怨氣同爭吵，這個家的風水氣場就出地壞了。當你和這些帶着執念嘅親戚見面，俾他們無休止地翻舊賬、指責、抱怨嘅時候，你體內那股平靜嘅生命能量會瞬間被憤怒同委屈所吞噬。你回家之後，內心會充滿了怨恨，甚至連續幾天失眠、頭痛。你把一輩子辛苦積攢下嚟嘅晚年清靜，重新浸泡在幾十年前嘅陳年毒液入面。飛哥在研究人情世故時，常常穿到老人家到了晚年又何去各人因果各人負。如果你嘅兄弟姊妹或者親戚到了60歲依然抱着舊賬不放，滿身怨氣，那是他自己有承擔嘅人生業障，你不需要去當他情感宣泄嘅靶子。對於這種帶住利益執念，一見面就翻舊賬嘅親戚，打死都唔好去見，守住你嘅邊界，保持舒適嘅距離。各人因果各人負，坐係晚年最頂級最體面嘅自保大智慧。即最後第四種人，就是那些在社交場合極度爭強好勝，事事都要贏你嘅舊人或者老同學。你可能會在同學聚會上見到這樣嘅場景，大家本來在聊着日常，但這個人一開口就必須表現得比所有人都要聰明，都要懂得多。如果你聊起一條新聞，他一定要打斷你，說你嘅觀點是錯的，然後大聲發表自己嘅宏圖大論。如果你聊起孩子，他一定要反駁你嘅教育方式，以此嚟證明自己最成功。他說話聲音越嚟越大，臉色越嚟越紅，非要在每一個話題上都爭個對錯，把你壓下去，他才覺得舒服。老人家以為這不過是性格問題，大家聊聊就算啦。但係飛哥生前多次提醒老人家爭聲鬥強，是晚年最自損元氣嘅大忌。這種人心裏有着極強嘅執念，他們無法接受自己已經退出社會舞台，不再是主角嘅現實，所以他們又在每件事上都爭個高低，來證明自己依然強大，依然高人一等。在義理看來，事事爭勝本質上是在和天地規律做對抗。當你和這種人爭辯，試圖去說服他嘅時候，你體內那股溫和平衡嘅元氣就會在無謂嘅爭吵中被生生消耗。你為了贏一口無關緊要嘅氣，搞到自己心跳加速，血壓上升，怒氣沖天。最後哪怕你在口頭上爭贏了，你其實也已經輸掉了你晚年最寶貴嘅健康同氣場。這是一場最愚蠢、最不划算嘅能量之選。飛哥說，真正有大智慧嘅老人家都懂得裝傻和扮糊塗。當你面對那些爭強好勝、一定要贏你嘅人，你最聰明、最體面嘅做法，就是用蘇掛嘅智慧主動退後，不爭辯，不反駁他想贏你，就微笑着讓他贏你嘅沉默，不是軟弱，而是一種高貴嘅抽脫。遠離這些事事要爭，第一內耗你精神嘅舊人，打死都唔好見，守住你嘅清淨心，做一個靈魂自由，在沉默中自保嘅智者，這才是易經優卦留給我們晚年生活最通達、最保命嘅生存大智慧。所以易經大智慧常常溫和咁勸導所有老人家，晚年最要緊嘅修行
就係學識安靜退場嘅智慧，做自己世界嘅守門人。好多老人家聽到呢度可能會問，飛哥，道理我都明白，但係要放手，要遠離那些幾十年嘅老朋友同老鄰居真係好難。如果我主動退避，不再去參加聚會，大家會唔會覺得我自私？我唔去融入圈子，我每日一個人喺屋企，會唔會顯得自己好孤獨、好寂寞？這種害怕被孤立、捨不得熱鬧嘅心態，本質上就是我們心中揮之不去嘅執念。中國嘅父母和長輩活得太累咯，我們年輕時習慣了用幾大嘅精力和熱情去應酬，去為仔女成家奔波，去和朋友杯弓交錯。當有一天我們終於老了，退出社會舞台了，我們看着自己日漸乾癟嘅雙手，看着自己越來越差嘅體力，我們內心深處會升起一種恐懼。我們害怕自己在這個世界上變得無足輕重，害怕被時代、被家庭拋棄，所以我們試圖用不斷嘅迎合、不斷嘅付出，甚至適斷嘅委屈自己，去融入那些虛偽嘅熱鬧，嚟證明自己依然有價值，證明自己係咪要老。但係飛哥用他那坐在輪椅上81載嘅傳奇人生，給你全天下所有老人家最溫柔也最真實嘅開示。飛哥20歲殘廢，大半生都只能夠依靠輪椅活動。如果講身體嘅局限，論命運嘅殘酷，世間沒有幾個人比得過佢。但他從來沒有被任何關係嘅執念所困住，他把人際關係、社會交往和家庭因果看得無比通透。他曾經在生前最後嘅專欄文章入面寫下了5個字，叫做福向淡中求。這5個字其實就是他用一生嘅風雨同輪椅生涯，留給我們晚年安頓、心靈修復、健康最深切嘅藥方。飛哥喺文章度寫到，以一顆平常心，平淡做人，淡然而來，淡然而去。睇庭前花開花落，隨天上雲捲雲舒，怡然自得，正是淡趣。這段充滿智慧嘅話，其實就是對我哋晚年人際關係最好嘅啟示。晚年生活最高級嘅智慧，就是一個淡字。淡是淡然，是平淡，是學會主動在人際關係上做減法。當你不再試圖去融入那些消耗你嘅圈子，不再去和愛攀比嘅人糾纏，不再去當負能量吸血鬼嘅情緒垃圾桶，不再去和爭強好勝嘅人爭個對錯。你每天安安靜靜、開開朗朗咁過自己嘅日子，去喝一杯淡淡嘅清茶，去親近大自然嘅雲捲雲舒，學會熄燈地扮糊塗，不爭對錯，學會守住嘴，不嘮叨，不暴虐。你會發現你內心嘅委屈與恐懼會徹底消失，取而代之嘅是一分無比寬廣祥和嘅晚年氣場。這種安詳、樂觀、明亮嘅磁場，才是家庭最好嘅風水。你嘅自重自愛與明朗，你體內那顆不曾剝落、越來越香嘅智慧蔬果，才是你留給子孫後代最頂級、最深厚嘅福報。辛苦了一世嘅老人家，你已經做得足夠好，你已經跑完了你該跑嘅路，完成了你該盡嘅責任。接下來嘅時光是聽一路嘅你自己，好好為自己活一次嘅黃金歲月。放下執念，放開手，今晚關上房門，安安靜靜、安安穩穩咁睡一覺，守住你晚年嘅清靜。你嘅晚年生活一定會越過越順心。感謝大家在耳邊相伴，越聽越順心。我哋下期再見。